各位觀眾好啊，歡迎入嚟收睇筆姐姐頻道先。睇完片嘅就俾返個 like 我喎，訂閱埋我頻道就最好不過添。你哋嘅建設性留言都可以幫我推一下片㗎。今日係8月15號週末星期六啦，天氣就斷斷續續咁落住微雨嘅，不過好多網民都一樣會風雨不改北上去尋歡㗎啦。我講得又啱唔啱呢？好啦，頭先就走去大快活食咗個粟米肉粒飯同飲咗杯奶茶，就覺得麻麻地好食啦，不過都要成5草幾嘢，真係唔係咁抵食咯。好啦，正所謂人生幾多個10年呢？一個人去到黃昏日落年齡嘅階段，梗係都想開開心心去埋尾告終嘅，又有邊個想戇戇鳩鳩響度等死呢？今日就睇見一件事就覺得好撚好笑嘅，一班上咗年紀嘅團體阿伯同大媽，就租用咗社區中心嘅一個活動場所，你哋又估下佢哋用嚟做乜呢？原來佢哋響呢度玩埋一啲非常嘅淫賤遊戲喎。一班阿伯就着住一啲象鼻嘅短褲，短褲就突出一條又長又大嘅象鼻嘅，可能意識就係俾人覺得佢有一條非常巨大嘅陽具啩，更加做出不停搖擺嘅動作飛嚟飛去，形態係非常有挑逗式嘅。一班大媽就蒙住雙眼走去尋求呢啲象鼻觸摸，觸摸到之後就顯出非常興奮嘅狀態，係咪表示想揾啲又長又大嘅陽具嚟作為性需要嘅滿足呢？遊戲期間雙方都會用討論對方嘅性器官作為交流，氣氛玩得非常火辣，大家都非常開心添，感覺就係猶如一個性派對，大家係咪覺得好撚荒唐呢？事件曝咗光之後受到多方面嘅批評，就話佢哋呢啲行為真係為老不尊，教壞子孫嘅。有啲法律界嘅人士更出嚟嚴重警告佢哋，話佢哋已經違反咗社區中心租用嘅場所條款，就係響呢啲場所作出違反公德嘅行為添，分分鐘犯咗公眾地方做出猥褻嘅刑事罪行㗎啦。更加有人去質疑民政事務處，點解會批呢個場所租俾呢啲人，響度玩埋呢啲卑鄙下流買弄色情嘅遊戲㗎呢？民政事務處之後都作出回應，之前根本唔知佢哋會玩埋呢啲咁離譜嘅遊戲，以後一定會好好監管㗎啦。呢啲都係唔想孭鑊嘅解釋啫。睇到呢度，筆姐姐大媽我就有個好 open 嘅建議，既然呢班阿伯同大媽係志同道合嘅人，男追求性慾發洩，女嘅就欲求不滿，應該索性租一個私人場所，到時大家可以除晒衫褲，嚟一個光脫脫嘅身體糾纏，直情打埋真波，咪可以尋求興奮同快感嘅樂趣咯。因為響私人地方入面，你情我願之下去玩性遊戲，就算係群交都好，應該係唔屬於違法啩。其實仲有性能力嘅阿伯，同埋有欲求需要嘅大媽，應該用正正經經途徑去追求享受咯。依家喺呢啲公眾社區活動中心，眾目睽睽之下做埋呢啲咁羞恥嘅行為，俾人用嚟做咗做恥笑嘅話題，真係冇面見人㗎喎。我又好老實同大家去講，我筆姐姐大媽都有返咁上下年紀㗎啦。不過我嘅娛樂活動就冇咁出位嘅，通常都係出去行下街飲下茶食下飯㗎啫。不過如果真係有緣再遇到一個男人真心對待我嘅，我都會完全付出，包括錢財同埋肉體嘅。至於付出咗之後，係咪得到應得嘅回饋呢？冇人去估得到㗎喎。正所謂情憑誰來定錯對呢？所以我覺得呢啲係好正常嘅，因為覺得我自己未去到完全體化無求嘅地步。人生嘅情情愛愛，伴侶相依，我依然響度追求緊嘅。不過大家千祈唔好誤會我響度拋眉弄眼啊！我講嘅只係人之常情嘅啫。其實，依家嘅香港人口老化問題非常嚴重。上咗年紀嘅人已經佔咗香港人口嘅1半有多嘅，上咗年紀嘅人身邊嘅伴侶如果都已經過咗身好耐，
啲仔女就出去建立咗自己嘅家庭，都離開埋，加上身邊嘅親戚朋友又唔係咁多添，周不時都要孤孤單單咁面對生活嘅，有時寂寞嘅心態，真係唔知點樣去填補心靈空虛覺喎，又有誰共鳴呢？所以我筆姐姐大媽響度叮囑一啲後生仔女嘅人士，如果父母已經係老人家，真係要花多一啲時間走去陪伴一下，同關注一下佢哋先係啱嘅。呢啲係應有嘅責任嚟㗎喎，如果冇佢哋，又點會有今日嘅你呢？好啦，筆姐姐大媽呢條片又講完啦。不過發覺收睇我片嘅人數同埋點擊率真係越嚟越少喎。究竟係咪因為我講得唔好，定係我出啲題材唔啱大家睇呢？大家可唔可以留言俾啲意見我呢？等我盡力去改進啦。好啦，睇完片嘅你哋記得俾返個 like 我喎，真係好需要大家可以訂閱我頻道㗎喎，多啲建設性嘅留言一齊交流下就最好不過添。好咯，筆姐姐又要同大家講再見啦。最後送個 goodbye kiss 俾大家先，多謝晒大家收睇咯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，拜拜。